7月11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呢一日出世嘅你係屬於魔法師同埋女巫嘅類型，你天生就對一啲無形啊靈性嘅世界咧特別敏感，將靈性或者靈界嘅事物咧當成理所當然嘅存在，有好出色嘅直覺力同埋敏銳嘅感受力。你中意活用自己嘅知識同埋你嘅直覺，將關鍵嘅信息咧傳遞俾有需要嘅人。但係往往咧就講人哋嘅嘢好叻好準，但係對於自己嘅內心咧就難以表達。而你本身亦都好敏感，知道人哋諗乜嘢，所以有時容易啲受到傷害。而喺感情方面，你有你自己獨特嘅愛情觀，重視自己嘅直覺。喺愛情裏邊，你有你自己獨特嘅堅持，亦都重視個人嘅私隱，所以你對愛情會比較冷淡。同伴侶嘅真心交流亦都好重要。而性亦都係你交流能量方式之一。而財同埋事業方面，你係默默咁樣完成工作類型嘅人，你有你自己嘅獨特諗法，適合一啲藝術或者創作類型嘅工作。而因為你本身天生嘅直覺力同埋洞察力，一啲心理諮詢又或者占卜性嘅工作亦都好啱你。你重視精神層面上面嘅嘢，對於錢呢樣嘢你唔係好關心，但係財運算 OK， 冇乜特別經濟上面嘅壓力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你嘅直覺力好強，你好知道直覺收到嘅信息發生咩事，但係難少少去表達出嚟，可能先令到自己心靈上邊獲得平靜、獲得平衡，先至可以令自己表達得更加好。